今年嘅貨運行情真係好難捉摸。往年呢啲歐馬可倉蘭車康文斯嘅攞返嚟唔到一個星期，即刻就俾人買走咗啦。依家放咗成個幾星期啦，都冇乜人問，真係難搞。21年福田歐馬可康文斯150匹，2.3米來闊嘅車況都 OK 嘅。對呢隻車有需求嘅老友記可以睇一睇，過嚟現場睇車，就喺廣州芳村嘅啫。有保險同埋審車到出年4月份，6條輪胎都 OK 嘅，買返嚟唔需要換，直接可以用。底盤亦都冇問題，6條胎都 OK。高欄車呢啲其實都比較少值得玩嘅，立柱活動嘅可以拆。睇睇台車嘅內飾，行咗9萬零公里一手車，車主仲有埋呢個影音啊，咁啊開車就冇咁枯燥，唔錯㗎，相當之 OK。聽聽機頭，嗱，冇問題啊！平穩順暢，康文斯嘅車有咁嘅機口質量喺度，呢個可以放心嘅。試埋空調，會一開即凍啊！82,800，咁啊，對呢隻高欄車有興趣嘅老友記可以了解下，俾少少亦都可以揸走。車就喺廣州芳村，買賣二手車就揾牛大春啦。